齋飲嘢飲到肚餓先食都得嘅。哦，即係飲茶嗰間。飲茶嘅茶室嚟嘅嗰間。你唔一定，因為佢食點心㗎，唔一定好肚餓咁樣食㗎。你啱啱食完嘢嘛？你又係啊？會轉嘅樹啊！大家估下呢度係邊一島？有啲識轉嘅樹啊！下邊呢，嗰個盤呢係即係有個盤咁樣喺度轉緊嘅棵樹。大家知唔知呢一度係邊一度呢？稍後我會開估下。1、2、3，呢度係北角油街嘅一個藝術展入邊嘅一笪空地，有3個識轉嘅樹。呢度第3個。1、2、3。